你有冇發覺每日朝早起身趕住返工返學，行過地鐵站或者街口間麵包鋪，聞到陣陣新鮮出爐嘅麵包香味，你就會好自然咁行入去夾個排包，吞拿魚包，又或者覺得自己好注重健康啊，特登咧揀個麥包或者係提子麥包，再配多包子包飲品咧，就覺得呢個早餐完美啦！食完覺得飽肚，又有能量應付成朝早嘅工作。但係如果我今日同你講，你一路以為好健康、好穩陣嘅麵包早餐，其實分分鐘就係搞到你日日覺得好盡啊，做嘢冇精神，甚至係惹嚟脂肪肝同埋全身慢性發炎嘅元兇。你會唔會覺得我喺度危言聳聽呢？大家先唔好急住反駁我啊！聽埋我講，早排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即係大家成日聽到嘅 FDA，做咗一個震驚成個食品界同營養界嘅大動作，佢哋竟然重新洗牌，定義過咩先至可以叫做健康食品啊！呢個動作咧就絕對唔簡單啊，因為佢哋上一次為健康呢兩個字落定義咧，已經係大約30年前啦，即係1994年嘅事啦。大家試下諗下。由1994年到而家2026年呢30幾年入邊，我哋嘅飲食習慣、加工食品嘅技術，以至營養學嘅科學研究，已經發生咗幾多次翻天覆地嘅變化。以前 FDA 嘅標準其實相對比較單一，主要係將焦點放喺脂肪含量上面。喺幾十年前嘅營養學觀念入邊咧，脂肪就係十惡不赦嘅壞人，所以只要一件食物低脂肪、低膽固醇，佢就可以理直氣壯咁印個健康標籤上去。於是乎咧，各大嘅食品生產商咧就搏命咁樣將啲食物入邊嘅脂肪抽走。但係大家要明白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咧，食物冇咗脂肪，口感就會變得好差，好似袋子皮或者雞肋咁。根本賣唔出，咁點算好呢？喺食品廠班專家好聰明啦，佢哋為咗補償失去咗個風味，就加大量嘅糖同埋人工香料落去。因為糖可以增加風味，成本又平，仲可以刺激腦部釋放多巴胺，令你食上癮。結果咧就係過去呢20-30年咧，市面上充斥住大量標榜低脂健康，但係其實糖分嚴重超標嘅加工食品。低脂乳酪啊，低脂沙律醬，甚至係所謂嘅健康全麥穀物棒啊，全部都係糖分炸彈。而家 FDA 終於發現呢個漏洞真係太大啦，搞到美國人甚至全世界嘅人糖尿病、代謝綜合症同肥胖嘅比率直線上升，所以佢哋決定狠下決心改例，新嘅標準呢，嚴格咗好幾倍。要印得健康呢兩個字，唔單止要嚴格限制添加糖嘅分量，仲要限制鈉含量同埋飽和脂肪酸嘅比例。最重要嘅係新規定要求食物必須要含有足夠比例嘅有益營養素，例如全穀物、優質蛋白質或者健康嘅脂肪。用呢個新標準一篩，你估下發生咩事？市面上超過80%以上咧，原本打住健康旗號嘅麥包、全麥穀物片、燕麥棒，全部即刻現形，因為糖分太高或者全穀物比例太低，冇資格再叫自己做健康食品。點解啲麵包會搞到咁大鑊啦？甚至會同脂肪肝扯上關係？我哋一齊嚟拆解下平時食落肚嘅麵包到底係咩構造啦。傳統嘅手工麵包其實淨係需要4樣好簡單嘅材料：麵粉、水、酵母同埋鹽。經過長時間發酵，酵母會慢慢分解麵粉入邊嘅糖分，產生獨特嘅風味同埋氣泡。咁但係而家商業化生產嘅麵包，為咗要大量製造啦，擺得耐啊，成本低啊，加上香港人中意食口感軟熟嘅包啦，嗱，食品廠同麵包鋪加咗幾十種你連名都讀唔出嘅化學添加劑同埋成分。第一樣攞命嘅嘢就係精製麵粉，即係嗰啲去晒腐皮同胚芽，經過多重漂白同加工嘅白麵粉。呢啲麵粉入邊所有維他命 B 群啊、礦物質同埋膳食纖維咧，都已經被剝削得一乾二淨，剩低嘅就只有純嘅澱粉。澱粉食落肚，消化得極快。一入到腸胃就即刻被分解變成葡萄糖，然之後好似倒水咁
衝入你嘅血管度。第二樣，添加糖。好多人以為甜包好似菠蘿包啊、腸仔包啊先有糖啊，其實方包、排包啊，甚至係你以為好清淡嘅白麵包入邊都有大量嘅糖啊。點解要加糖？因為糖係酵母嘅食物，加糖可以令個麵包發得快啲，大大縮短生產時間。而且糖喺高溫烘焙下會產生回蠟反應，令麵包表面有一陣靚靚嘅金黃色。聞落去仲會有一陣焦糖香味，食落口軟綿綿綿甜絲絲，咁先啱大眾嘅口味。第三樣，劣質油脂包括植物牛油、人造起酥油或者高度加工嘅種子油，例如大豆油、芥花籽油。呢啲油好多時含有反式脂肪，就算標榜零反式脂肪，呢啲精煉種子油喺提煉過程入邊經過高溫化學處理，本身已經好容易氧化含有大量促發炎嘅 Omega-6 脂肪酸，直落肚之後呢，會直接刺激身體產生發炎因子。仲有第四樣，各種改良劑同防腐劑。咁為咗令個包擺幾日都唔變硬，佢哋會加乳化劑。咁咪為咗令個包睇落去大嗰啲、鬆軟啲，佢哋會加膨脹劑同埋麵粉改良劑。呢啲化學物質雖然喺法定安全標準內，但係日日食對我哋嘅腸道微生態絕對係一場災難。好啦，當你朝早空肚以為好健康咁食一個全麥包或者排包落肚，你身體到底會經歷咩災難呢？首先，大量嘅精製澱粉同埋糖分會令你嘅血糖好似坐過山車咁直線狂飆。你個胰臟呢，一睇到血管入邊嘅血糖升得咁急，嚇到即刻瘋狂分泌大量嘅胰島素。希望盡快將啲血糖壓翻落去安全水平。胰島素嘅主要作用呢，就係將血管入邊嘅糖分塞入去肌肉細胞同肝臟細胞入邊做能量或者儲存。但係你朝早可能只係搭車翻工，然後坐喺寫字樓對住部電腦，根本消耗唔到咁多能量。肌肉細胞呢，好快就爆滿啦，唔肯再收留啲糖啊嘛。咁多出嚟嘅葡萄糖點算呢？胰島素就會將佢哋轉化為三酸甘油酯，即係脂肪，然後咧全部搬去你個肝臟度儲存。日積月累，就算你滴酒唔沾，就算你外表睇落去手腳幼瘦猛猛，你個肝臟可能已經俾厚厚嘅脂肪包圍晒。呢個就係醫學上講嘅非酒精性脂肪肝。我識得好多30幾歲、40幾歲嘅打工仔，平時以為自己食得好清淡，日日早餐食麥包飲脫脂奶。點知去體檢一照超聲波，醫生話有中度脂肪肝，佢哋全部都衝晒頭，大惑不解。原因呢就係出喺呢啲隱形嘅糖同埋精製碳水化合物度。大家要知道，肝臟處理果糖同埋精製糖嘅方式，同埋處理酒精係非常相似嘅，都會直接增加肝臟合成脂肪嘅負擔。脂肪肝唔單止係個肝肥咗咁簡單啦，佢絕對係一個無聲殺手。肝臟係我哋身體最大嘅解毒中心、代謝工廠同埋營養儲存庫。當個肝積滿脂肪，佢嘅細胞就會受損啦，運作效率大打折扣，排毒功能下降。更恐怖嘅係，呢啲積聚喺肝臟同內臟嘅脂肪唔係死物靜靜地喺度，佢哋係有極強活性嘅內分泌組織。會不斷分泌促發炎嘅細胞激素入血管，跟住血液循環流遍全身。呢個就係所謂嘅全身慢性發炎。慢性發炎呢，就好似身體入邊有一場長年唔熄嘅微火，慢慢咁燒毀你嘅細胞同埋器官。有咩指狀呢？大家可以試下對號入座。你係咪成日覺得好困啊？明明尋晚瞓足8、9個鐘，朝早起身依然覺得全身散晒，冇精神。你係咪成日覺得個腦好似有一陣霧包住咁？即係所謂嘅腦霧，好難集中精神，轉數慢咗，記性又差咗。你係咪無端端會覺得關節痛、肌肉酸痛，但又冇扭親做劇烈運動？你嘅皮膚係咪成日冇啦啦敏感、生濕疹啊、出暗瘡啊？搽咩藥膏都脫唔到尾？又或者你成日會胃脹、消化不良啊？如果中咗2、3樣呢，好大機會你身體已經處於慢性發炎嘅狀態。而你每日朝早食落肚嗰個以為好健康嘅麵包呢，就係不斷咁幫呢場火加柴添焗。長此落去，慢性發炎會引發更嚴重嘅問題，
血管內壁長期發炎會受損，膽固醇就會去修補，慢慢形成斑塊，導致血管硬化，增加心臟病同中風嘅風險。胰島素長期處於高水平，細胞會產生抗性，最終演變成二型糖尿病，甚至連腦退化症同某啲癌症。醫學界而家都有大量研究證實同慢性發炎有密切關係。講到呢度呢，可能好多老友會話：咁我朝早可以食咩啊？我趕時間啊嘛。返工打卡遲1分鐘都扣錢，唔食麵包唔通要我朝早5點起身煮滿漢全席咩？大家淡定啲，深呼吸。其實好多外國同本地嘅營養師都有教一套簡單實用嘅早餐救命法啦。呢個方法絕對唔需要你花好多時間，甚至可以係零烹調，但係就可以幫你穩住血糖，保住個肝，仲可以幫身體降發炎，令你成日精力充沛。早餐救命法嘅核心原則只有3個，大家一定要記實：第一，優質蛋白質；第二，健康脂肪；第三，高纖維嘅原型複合碳水化合物。記住呢個鐵三角呢，你嘅血糖咧就唔會亂咁飆升，胰臟同肝臟咧就可以舒舒服服咁開工。我哋先講蛋白質啦，蛋白質咧係構成身體細胞、肌肉、免疫抗體嘅基礎原料，而且蛋白質喺胃道消化嘅時間比較長，可以提供非常持久嘅飽足感，令你唔會食完早餐2個鐘頭之後，血糖一跌就心思思去 pantry 揾零食。最平、最靚、最正、氨基酸最齊全嘅蛋白質來源一定係雞蛋，無論係孵蛋、煎蛋、炒蛋定係蒸水蛋都得。如果真係好趕時間呢，強烈建議你前一晚抬定2-3隻蛋放入雪櫃，朝早連埋殼帶返公司食，連火都唔使開。一日食2-3隻雞蛋呢，絕對唔會令你膽固醇超標啊！呢個迷思一早呢已經被醫學界呢平反咗啊！因為人體80%嘅膽固醇呢係肝臟自己製造嘅，食物影響好細。除咗雞蛋，無糖嘅希臘乳酪，注意係希臘乳酪，唔係普通乳酪，因為希臘乳酪嘅蛋白質含量高出1倍。又或者飲一杯冇添加糖嘅豆漿都係好好嘅選擇。但係千祈唔好買嗰啲有士多啤梨味啊、藍莓味或者加咗大量糖嘅乳酪啦，嗰啲根本就係偽裝成健康食品嘅甜品。跟住講健康脂肪，頭先提過啦，咁低脂飲食咧已經係一個過時甚至錯誤嘅觀念。我哋大腦有超過60%係由脂肪組成，神經線嘅保護膜、細胞膜以至各種荷爾蒙嘅合成，全部都需要優質脂肪。食好嘅脂肪不但唔會令你肥，仲可以幫手消炎，同埋減慢碳水化合物嘅吸收，穩定血糖。牛油果就係一個大自然恩賜嘅完美選擇，佢富含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同膳食纖維，係一個牛油果切開一半，加少少海鹽同黑椒，用匙羹來嚟食，方便又好味。如果覺得牛油果太貴，或者切起上嚟要睇佢熟唔熟，好麻煩，買一大包原味無鹽嘅綜合堅果。例如核桃、杏仁、腰果、夏威夷果仁，朝早食1小撮，大約係10幾20粒咁上下，已經可以攝取到足夠嘅 Omega-3脂肪酸同維他命 E。如果你係習慣喺屋企煮早餐嘅，用冷壓初榨橄欖油啊、椰子油或者真係草飼牛油嚟煎雞蛋呢，都遠遠好過用嗰啲精煉嘅粟米油或者花生油。最後呢，就係碳水化合物啦。我喺度唔係叫大家完全戒絕碳水化合物，實行極端嘅生酮飲食，而係要識得揀，要揀嗰啲未經精製、保留咗大量膳食纖維、維他命同埋礦物質嘅原型食物，例如番薯、南瓜、粟米呢啲食物咧，消化速度慢啦，升糖指數低嘅，咁啊糖分係慢慢釋放落血管啦，咁啊對胰臟同肝臟嘅負擔細好多。燕麥咧都係一個好選擇，但係記住係要買原片大燕麥，即係一粒粒壓扁嗰種，要煮10幾分鐘嗰隻，或者用奶浸過夜嘅隔夜燕麥。千祈唔好買嗰啲3合1即溶燕麥片，嗰啲已經打到碎晒嘅，纖維被破壞，仲加咗大量嘅植脂末、糖漿同奶精，食嗰啲升糖嘅速度同直接食白糖冇分別。咁有啲朋友可能會好苦惱咁問啦，我真係好中意食麵包喎，咁咬落去嗰種感覺好治愈，
完全戒唔甩，點算啊？係咪成世都唔食得？如果你真係非麵包唔食，咁你就要學識點樣揀一個真正嘅好麵包。首先你要狠心放棄連鎖麵包店嗰啲軟綿綿，驚落去會回彈放3日都唔乾嘅化學加工包。你要去揾嗰啲傳統歐洲做法嘅酸種麵包。酸種麵包淨係用水、麵粉同鹽，靠空氣入邊嘅天然酵母同乳酸菌，經過長時間發酵而成。喺漫長嘅發酵過程入邊咧，細菌已經幫你食咗麵粉入邊大部分嘅游離糖分同埋澱粉，所以佢嘅升糖指數比起白麵包低好多。而且酸種麵包入邊嘅乳酸菌咧，可以產生有機酸，有助延緩胃部排空嘅速度，進一步穩定餐後血糖。仲有發酵過程會分解小麥入邊嘅植酸，令到礦物質更容易被人體吸收，對膚質敏感嘅人亦都比較友善。不過真係酸種麵包外皮比較硬脆啦，裏邊口感比較煙韌啦，甚至帶有少少微酸味，未必個個香港人一開始都接受到。但係為咗健康，大家真係要俾啲耐性，慢慢去適應食物原本應該有嘅味道啦。為咗令大家更容易將呢個理論落實到日常生活中，我特登到咗3個唔同嘅實戰情景，俾大家參考下點樣砌一個真正嘅救命早餐。情景1，如果你係超級大忙人，朝早連5分鐘都抽唔到出嚟，起身刷牙、洗面、換衫就衝出門口，你可以前一晚喺超級市場買定一袋原味綜合堅果、一盒車厘茄，同埋睇定2隻熟蛋放雪櫃。喺朝早起身，將呢3樣嘢放入個保鮮袋或者飯盒，帶返公司坐低慢慢食。2隻雞蛋提供優質蛋白質，堅果提供健康油脂同飽足感，車厘茄提供抗氧化嘅維他命 C 同纖維。零烹調時間，唔使洗鑊，但係營養滿分，血糖絕對平穩。情景2，如果你朝早有10分鐘時間，又想食啲熱辣辣嘅嘢，你可以切半個牛油果啦，平底鑊落少少初榨橄欖油或者牛油啦，煎2隻太陽蛋或者炒蛋，再切一塊真正嘅全麥酸種麵包，輕輕烘底。記住啦，食嘅順序咧都好有學問啊，非常之重要。先食牛油果同埋雞蛋，最後先食嗰塊酸種麵包。點解？因為先食蛋白質同脂肪，佢哋會喺你嘅胃壁入邊形成一個保護層，大大減慢之後食碳水化合物進入小腸嘅吸收速度。有大量嘅研究顯示，改變進食順序，就算食同一份量嘅碳水，餐後血糖嘅波幅可以減少30%至40%。呢個對穩定血糖同情緒有奇效。情景3，如果你本身中意食甜嘅早餐，又想食得飽肚，你可以試下近年好流行嘅隔夜燕麥。前一晚準備一個玻璃樽，放4至5湯匙嘅原片大燕麥，加入無糖豆漿或者杏仁奶浸個面，再加1湯匙奇亞籽。奇亞籽係超級食物，吸水會發大膨脹，提供超級豐富嘅水溶性纖維同 Omega-3。攪勻之後放入雪櫃雪一晚，第2潮攞出嚟，燕麥已經吸滿水分變軟。你可以加少少藍莓啊、黑草莓啊，或者士多啤梨啊。咁呢啲低糖水果咧，富含花青素啊，抗氧化一流。咁最後再環碎幾粒核桃放面，增加口感啊。呢個早餐有齊你需要嘅所有宏量營養素，而且飽肚感非常強烈，可以輕輕鬆鬆維持到下晝1、2點都唔覺肚餓。講到呢度咧，我想同大家探討深一層嘅問題啦。其實我哋身體嘅代謝能力係會隨住年紀慢慢下降嘅，呢個係無可避免嘅自然規律。當你20幾歲嗰陣，新陳代謝極快，可能尋晚去打邊爐食宵夜，朝早食2個菠蘿包加杯凍奶茶，下晝再飲杯珍珠奶茶，身體都仲可以頂得住。去驗血份報告依然靚靚仔仔。但係當你過咗35歲，甚至步入40幾、50幾歲嘅大關呢，你身體呢個引擎已經冇以前咁勁啦，胰臟分泌胰島素嘅敏感度會變差，肝臟處理脂肪同排毒嘅速度會大幅減慢。
呢個時候咧，如果你仲係維持住20幾歲嗰種求其食得飽就算啦，好食就得啦嘅心態，繼續日日食高糖高精製碳水嘅麵包咧，災難咧就會慢慢降臨。你有冇發現身邊越嚟越多差唔多年紀嘅朋友，同事開始要食血壓藥啊、膽固醇藥啊，甚至血糖藥，一傾開偈，個個都話自己有三高，好多時呢啲都唔係一朝一夕發生嘅，而係由30幾歲開始，日積月累嘅不良早餐同飲食習慣種下嘅禍根。早餐顧名思義就係打破禁食嘅一餐，佢係你空肚一個晚黑，休息咗10幾個鐘之後，身體細胞打開大門，吸收第一餐營養嘅黃金時間。你俾啲咩身體，身體就會俾咩反應你。你俾一堆化學添加劑、精製糖同壞脂肪，佢強迫胰臟同肝臟超負荷運作，佢就用疲倦、腦霧、慢性發炎同脂肪肝嚟回報你。相反，你俾優質蛋白質、好脂肪同埋豐富維他命纖維，佢滋養你嘅細胞，佢就會用精神奕奕啦、頭腦清晰、強健嘅免疫力同埋好嘅皮膚嚟多謝你。而且大家千祈唔好睇小慢性發炎呢4個字㗎嘛。以前咧，我哋以為發炎淨係指傷口紅腫熱痛。但係而家醫學界已經非常肯定，幾乎所有嚴重嘅現代文明病、慢性疾病，例如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關節炎、老人痴呆症，甚至係某啲致命嘅癌症，佢哋嘅源頭其實都同身體長期處於慢性發炎狀態有住密不可分嘅關係。想象下，你嘅血管原本係一條好滑溜、好有彈性嘅水管。如果你日日食高糖高精製碳水嘅麵包，血糖經常大幅度波動，產生大量嘅糖化終產物，就會好似沙子咁不斷刮花呢條水管嘅內壁。血管內壁一受傷發炎，身體嘅免疫系統就會派白血球同膽固醇去修補傷口。久而久之，修補嘅地方越積越厚，形成動脈粥狀硬化斑塊，血管就會變窄，失去彈性。一旦斑塊破裂，形成血栓塞住血管，喺心臟發生就係心肌梗塞，喺腦部發生就係中風。呢啲突如其來嘅攞命病，其實好多時都係由每一日嘅劣質早餐慢慢累積出嚟嘅。所以我成日同身邊嘅朋友講，改變飲食習慣唔係單純為咗減肥，為咗貪靚着衫好睇啲咁簡單，而係為咗保命，為咗提升生活質素，為咗將來唔需要長年累月食藥睇醫生，為咗可以健健康康有活力咁陪屋企人行得更遠啦。既然講到咁深入，我再教多大家一招非常實用嘅生活技巧，就係點樣喺超級市場或者麵包鋪避開啲奸商陷阱。大家去買嘢食啊，一定要養成一個精明消費者嘅習慣啊！就係永遠唔好只係睇包裝，正面寫咩高纖、健康、天然，一定要反轉個包裝，喺後面嗰個密密麻麻嘅食物標籤同埋成分表。成分表嘅規矩係咁嘅，法律規定排得越前嘅成分，代表佢喺呢件食物入邊嘅比重越高。如果你攞起一塊標榜健康嘅黑麥包或者全麥包，反轉一睇，成分表第一位寫住小麥麵粉或者小麥粉，即係白麵粉；第二位係水，第三位係白砂糖，第四或者第5位先見到少少黑麥粉啊、麩皮啊或者全麥粉啊，後邊仲要加咗啲焦糖色素或者麥芽精落去，咁你就好清楚知道呢個根本就係一個徹頭徹尾用白麵粉做，加咗大量糖，再染咗啡色嘅假全麥包。真正嘅全麥包成分表第一位必須一定係全麥麵粉，或者寫明100%全麥，而且糖嘅位置應該排到好後，甚至冇添加糖。仲有咧，就你要金睛火眼留意成分表入邊有冇啲奇怪嘅化學名詞，例如脂肪酸、甘油酯即係乳化劑、丙酸鈣即係防腐劑、抗壞血酸即係麵團改良劑等等。如果一個麵包嘅成分表係長到好似一篇化學論文咁，有超過10幾20種成分，我勸你都係放翻低佢。
呢啲添加劑雖然單一計算喺法定標準內食用係安全，但係我哋每日食咁多種加工食品，加埋嘅雞尾酒效應，長年累月咁食，對腸道微生態絕對係一場屠殺。我哋嘅腸道入邊住咗幾十兆嘅細菌，佢哋唔單止幫助消化，仲掌管住我哋70%嘅免疫系統，同埋分泌影響情緒嘅血清素。如果日日用呢啲化學防腐劑同埋劣質糖分去餵佢哋，好菌就會大量死亡，壞菌就會瘋狂繁殖，腸道黏膜就會受損變薄，形成腸漏症、毒素入血，跟住又係引發一連串全身發炎嘅惡性循環。講返美國 FDA 個新定義，佢哋今次真係落足重藥，決心要改變現狀。除咗針對超級市場嘅包裝食品，其實連大型快餐店同連鎖餐廳嘅餐牌標示都受到影響。呢個全球性嘅大趨勢話俾我哋知，全世界嘅營養學觀念已經徹底咁由舊時嘅盲目計算卡路里同恐懼所有脂肪，轉向極度重視食物品質來源同埋嚴格控制血糖波幅。呢個觀念嘅大轉變呢，對於我哋亞洲人，特別係香港人嚟講特別重要，因為我哋傳統嘅華人飲食習慣呢，本身就係以大量嘅精製碳水化合物為主食，例如白飯啊、白粥啦、河粉啊、米粉啊、麵條啊。如果我哋唔跟住時代同科學進步，唔學識點樣揀選優質嘅食材配搭，唔識得增加蛋白質同好脂肪嘅比例，好容易就會跌入代謝綜合症嘅巨大陷阱。我知道講就天下無敵，做就無能為力。要一個人改變幾十年以嚟根深蒂固嘅早餐習慣咧，一開始一定會覺得好唔慣、好辛苦、好有抗拒感。你可能會覺得隻蛋好寡冇味道，覺得牛油嗰陣味怪怪地，覺得冇咗個啱啱出爐嘅菠蘿包配熱奶茶啊，好似人生冇咗意義，返工都冇動力咁。但係習慣係絕對可以慢慢培養嘅。而人嘅味蕾亦都會隨住你嘅飲食改變，而喺幾何級數咁重新適應同洗牌。當你戒咗重糖重鹽嘅加工食品一段時間咧，你嘅味覺會變得敏銳，你會開始食得出雞蛋嘅蛋香、堅果嘅甘甜、酸種麵包嘅麥香。你不妨試下俾個挑戰自己，連續1個禮拜就係7日咁多，跟住我頭先講嘅早餐救命法去食。我敢寫包單，你會發覺自己成個人由內到外唔同晒。以前朝早11點幾就開始瘋狂打喊路、眼瞓，想飲杯咖啡吊命，而家竟然可以精神奕奕，唔覺嚟咁直踩到食晏。以前食完晏晝飯會嚴重飯氣攻心，要瞌陣先做得到嘢。而家個腦依然好清晰，轉數好快。以前呢，去廁所可能唔係好暢通嘅，2-3日先去一次。而家因為食多咗好嘅油脂同大量纖維，係日日都好順暢，連個肚腩都平咗。以前洗面呢，覺得啲皮膚暗啞又易出邊油，而家望落去又光澤咗。呢啲身體實實在在俾你嘅正向回饋同埋改變，就會成為你繼續堅持呢個健康習慣嘅最大動力。講真嗰句，大家喺香港地生活，每日辛苦做嘢揾食搏殺，承受咁大壓力，無非都係想生活得好啲，將來退咗休可以周圍去旅行，享受人生。如果後生嗰陣搏命揾埋啲錢，到50幾、60幾歲老咗嗰陣，因為三高同各種慢性病，搞到要將啲積蓄全部用嚟買藥，交俾醫生同醫院，仲要成日進出診所，咁真係好唔抵，亦都好無奈。所以健康嘅投資永遠都唔會嫌早，亦都絕對唔會嫌遲。就算你今年已經50幾、60幾歲，甚至已經有少少血壓高或者窄界嘅血糖，只要你肯嘅起心肝，由聽日朝早起身嗰個早餐開始作出改變，放低個排包，食隻柴蛋加牛油果，你個肝臟、你個血管、你全身嘅細胞都會慢慢得到喘息嘅機會。慢慢修復翻，你要相信人體嘅自我修復同埋自癒能力，只要俾啱營養同埋環境，係遠遠超出你想象嘅強大。總括嚟講，唔好再盲目迷信市面上嗰啲所謂嘅健康麵包同全麥包啦。美國 FDA 嘅重新洗牌已經敲響咗最大嘅警鐘，拆穿咗好多加工食品嘅虛偽假面具。精製麵粉加埋隱形糖分、劣質壞脂肪同埋各種化學添加劑，
加埋一齊就係摧毀你肝臟健康、引發全身慢性發炎嘅超級毒藥。要自救，要幫身體撲火，就要由改變每日第一餐嘅早餐開始。死記住個鐵三角：優質蛋白質、健康脂肪、高纖維原型複合碳水、雞蛋啊、牛油果啊、冇添加堅果啊、真正嘅酸種麵包啊、原粒燕麥啊，呢啲大自然俾我哋嘅原型食物咧，先至係你身體真正需要、識得處理嘅優質燃料。好啦，今日同大家剝開個麵包嘅真面目，分享咗咁多關於早餐營養同慢性發炎嘅健康資訊，希望可以真正幫到大家打破舊有嘅迷思，揾翻真正屬於自己嘅健康主導權。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對你有啟發，學到嘢，或者你身邊都有啲日日咬住個麵包就趕返工，成日嗌稿嘅朋友同屋企人，不如將呢條片啲牙俾佢哋睇下，當係提個醒，分分鐘你呢個動作可以改變佢哋嘅下半生健康。哇！你仲記唔記得上次擺低條車匙喺邊？又或者行到入房，突然之間企喺度諗唔起自己入嚟做乜啦？好多人以為呢啲只係冇記性，或者係老咗係咁噶啦。但我話你知，呢個可能係你嘅大腦開始萎縮嘅警號。尤其係如果你發現身邊嘅老人家，甚至係你自己個樣開始變到同以前唔同啦，眼神變得呆滯啊，或者反應慢咗幾拍啦，咁你就真係要留心聽落去啦。哈佛大學咧最新有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咧，原來要預防腦退化，甚至修復腦細胞，根本唔使買埋啲貴到飛起嘅補腦補品，亦都唔係單靠食合桃咁簡單。有一款喺我哋平時去街市行兩步就買到平到你唔信嘅蔬菜啊，竟然係哈佛認證嘅補腦第一名，每日食一碗，效果仲勁過你食幾斤合桃。今日呢，我就同大家逐一拆解，點樣一眼睇出腦萎縮嘅指兆，同埋呢款平民神藥到底係乜嘢？講到腦萎縮，大家最驚嘅一定係失智症，即係我哋俗稱嘅腦退化。好多人以為呢啲係80幾歲、90幾歲先要煩嘅嘢，但係其實研究發現咧，好多人喺40幾歲、50幾歲嗰陣咧，大腦就已經開始悄悄咁縮細。點樣有樣睇咧？呢個唔係睇上腦同你講嘅，而係有科學根據嘅觀察。首先，你可以留意下一個人心靈嘅窗戶對眼。如果一個人個腦係健康嘅，佢嘅眼神應該係靈活嘅。同人溝通嗰陣會有神采，但如果發現對方對眼好似聚焦唔到咁，或者眨眼次數明顯減少，變得好似戴咗個面具咁冇表情，呢個喺醫學上叫做面具臉，往往係神經系統衰退嘅指兆。再嚟就係睇下個行路嘅姿勢。如果發現行路嗰陣對手唔識自然擺動，又或者腳步變得好碎，好似拖住行咁，呢啲都係大腦運動中樞萎縮嘅表現。我見過好多60幾歲嘅老人家，本身好精靈，但係有一排突然之間變得唔想講嘢，社交退縮，成日坐喺度發白日夢。屋企人以為佢係唔開心，其實係大腦前額葉萎縮。前額葉係管我哋嘅情緒同埋判斷力嘅，係如果呢度開始出問題，成個人嘅性格都會變晒。咁所以話腦萎縮有樣睇，真係一啲都冇錯啦。只要你平時細心啲觀察，係可以喺初期就發現到。既然發現咗問題，咁點補救呢？好多人第一時間諗到食合桃，因為以形補形嘛。合桃個樣又真係好似個腦喎，合桃確實係好嘢。佢有豐富嘅 Omega-3脂肪酸，對血管好。但係哈佛大學呢份追蹤咗幾十年，針對成萬個案例嘅研究話俾我哋聽啦，真正對大腦認知能力有最強保護作用嘅，竟然係深綠色葉菜。你冇聽錯，就係我哋平時喺深水埗或者北角街市幾蚊一斤，甚至10蚊2斤嗰啲普通菜心啊、芥蘭啊、菠菜啊或者西洋菜啊，點解呢啲平價菜會咁勁？因為深綠色葉菜入邊含有大量嘅維他命 K1、葉黃素同埋葉酸，
哈佛嘅研究數據顯示，每日維持食1到2份深綠色葉菜嘅人，佢哋嘅大腦認知能力比嗰啲唔食菜嘅人平均後生咗成11年。你諗下，如果你而家係60歲，只要你肯每日食一碗呢類菜，你個腦嘅靈活程度可能仲好過一個50歲嘅人。呢啲營養素咧可以幫助清除大腦入邊嘅 beta 澱粉樣蛋白沉澱。呢隻蛋白咧就係導致阿茲海默症嘅元兇之一。佢就好似幫你個腦做大掃除咁樣，每日將啲垃圾掃走咧，腦細胞自然就唔會咁容易枯萎。我知好多朋友會話：哎呀，我平時都有食菜噶，點解好似冇乜用咁嘅？呢度就有個好大嘅學問啦。第一係份量問題，哈佛建議嘅係每日1分，大約係煮熟咗之後半碗到1碗嘅份量。好多香港人食茶餐廳嗰2條半碟嘅白灼菜心啦，係絕對唔夠嘅。第二係烹飪方法，好多人中意將啲菜煮到黃晒、爛晒，或者用過多嘅油去炸，咁樣會破壞晒入邊嘅維他命 K 同埋葉酸。最正宗嘅做法係快炒或者短時間白灼，保持嗰種鮮綠色。再講翻合桃，點解話呢款平價菜勁過合桃？因為合桃雖然好，但係佢嘅熱量好高，你食得太多會肥啊。而且好多人食嗰啲係加咗糖或者鹽嘅加工合桃。但係咧，係深綠色葉菜咧，幾乎係零負擔，仲可以幫你排毒通便啊！最緊要係葉菜入邊嘅葉黃素係可以直接穿過血腦屏障，保護我哋嘅視神經同埋大腦神經。對於我哋呢啲成日睇手機睇電腦嘅現代人嚟講，呢款菜簡直係護眼兼補腦嘅雙效神丹。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咁多種綠色菜邊款最好？根據研究。